安全遇上將軍澳。大家好，我係博愛醫院陳國威小學5A 班嘅謝慕玲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傾一個聽落好威風，但其實同我哋好接近嘅話題——國家安全入面嘅軍事安全，同埋佢同我哋住緊嘅將軍澳到底有咩關係呢？大家知唔知咩叫軍事安全？簡單啲講，佢就好似國家嘅防禦盾牌一樣，保護我哋嘅家園唔受外來嘅侵犯，等大家可以安心返學，開開心心咁生活。你可能會問，將軍澳咁和平，邊度有軍事安全㗎？答案係當然有啦。第一，大家有冇去過將軍澳南邊嘅南塘海峽？嗰度係船隻出入香港嘅重要航道，軍事安全保障咗呢片嘅海域和平，貨船先可以安心入港。我哋每日先有新鮮嘅嘢食同好玩嘅玩具。第二，我哋將軍澳有全香港市民都好驕傲嘅紀律部隊，例如喺百勝角嘅消防及救護學院。呢度培訓出最勇敢嘅防衛力量，呢班精英就係維護社會穩定、配合整體安全嘅最強後盾。最後，軍事安全唔單止係軍人嘅責任，亦同我哋每個人息息相關。我哋喺將軍澳見到嘅和平美景，背後都係因為有強大嘅軍事安全喺度守護緊。作為小學生，我哋雖然唔需要上戰場，但可以由保護身邊嘅人做起，好好讀書，大個之後為社會作出